爱心吗？可以做个爱心吗？呀，我们看一下，张宇轩来了，旁边有人说是陈玉茹了，这还是全智贤的，之前这。是大赫，更漂亮，更漂亮，更漂亮。是大赫，来出你最帅的 pose。铁粉，国语铁粉。还有我们左边的摄影，爱心吗？可以做个爱心吗？呀，我们看一下中间摄影大哥，对。还有我们左边的媒体朋友，那你们好，躲起来，让你们拍。哦，好好好，右边右边。太阳真的很大，我们都觉得很热，谢谢你们，辛苦了，在这边等。对啊，记得多喝水哦，要补充水分。记得要多喝水，然后小心不要中暑。啊，谢谢大家对想见你的支持。然后这个礼拜天，也就是明天，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收看最后一集。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，真的非常非常用心。你知道我们在看第12集的时候，都会想说，到底现在是黄宇轩还是陈韵如？然后两个就一直旁边就有人说是黄宇轩了，然后旁边有人说是陈韵如了，这还是全智贤的，之前这是大赫，更漂亮，更漂亮，更漂亮。是大赫。来下面这边，来下面。我们这一次临时加拍了一个像是彩蛋的一场戏，会当做礼物送给观众。那这个不是结局，那这个彩蛋会在星期天的时候，就是明天晚上，我们会跟粉丝一起看最后一集，一起收看。然后，因为整个剧组其实都很团结，当大家收到这个消息，不管是演员或是工作人员，都非常热血，觉得说好，我们现在来拍。然后一切都很临时，可是大家早上5点半就出班了，对，就去拍了。然后等于是谢谢观众朋友。其实那个晚上我们大家都很震惊、很难过，也甚至很气馁。那我觉得很感谢，就是我们所有的演员跟主创工作人员们，在我们隔天的中午之前，决定要拍一个彩蛋送给这些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粉丝们。所以我们就做一个很热血的决定。那大家都就是包括光汉啊、夏燕啊、博宇，他们都是5点半就起来梳化，然后当天都还有各自的工作。然后还有包括光汉的脸啊、过敏啊什么，就是他就是真的带伤上场。那我想要说的其实我们的最后一块拼图是交在观众的手中。这个彩蛋不是我们的结局，可是是我们送给热爱我们的粉丝最好的礼物，然后也是正面的跟盗版说不。谢谢大家。今天真的很热，所以希望在场的粉丝朋友们都能够健康的回家。完了，你这个会被重播3遍吧？健康，没关系，我昨天已经被重播了。